真係估唔到啊！距離三號會員店5分鐘車程嘅地方，竟然有一個咁靚嘅小區。係啊，成個法式園林咁啊！而家前期只需10個就係攞低一套精裝嘅5房啦，而且呢就係精裝型樓嘅，戶戶朝南啊！有興趣話跟住鏡頭，我哋現場睇下。冇錯啦，就係呢度啦。呢個係一個5房嘅戶型啊！我哋先由入門呢度開始睇起啦。側邊嘅話係一個房間嚟嘅，完全係贈送到俾我哋啦。對面嘅話就有一個廚房。品牌嘅3件套完全交到我哋手上。係啊，呢個廳嘅開間足足有6米幾咁闊啊！企喺陽台呢度望落去呢，可以望到我哋成個小區園林，而且係花式嘅，非常非常靚噶啊！跟住鏡頭，我哋一齊睇下我哋個休息區域啦。每個房間嘅話，採光都係非常之乾淨，而且呢採光係非常之充足，做到一個雙套房咁嘅設計啦。住喺呢度嘅話係非常之方便㗎，5分鐘就可以到達3號會員店。小區自帶樓巴可以返到香港嘅東涌太子荃灣。如果你係澳門嘅朋友呢，就更加方便啦，15分鐘嘅車程輕鬆返到港北口喎。如果你有興趣，歡迎留言，我帶你過嚟現場了解下。